呢度真係親子酒店嘅天花板啊！一齊嚟開箱呢間珠海奢華海景酒店啊！今次我哋入住貴賓樓嘅親子房，58平方大空間，加埋小豬佩奇嘅主題，落地玻璃可以睇到海景同港珠澳大橋，枕頭都有8款俾你揀啊！洗手間配備埋兒童腳踏同埋兒童廁板，法國品牌嘅洗護用品，又香又好用啊！嚟啦！呢個300平方米嘅兒童俱樂部真係真心好玩啊！有小朋友最中意波波池，仲有可以挑戰膽量嘅魔鬼滑梯。幼兒區呢邊呢，全部鋪晒軟墊噶，小朋友就可以放心玩啊！手工區呢度仲有職員教妹妹整風車添啊！中意運動嘅可以去埋酒店嘅露天海景泳池，同埋24小時開放嘅山景健身室。酒店呢就喺情侶路，距離珠海嘅旅遊地標一啲都唔遠，call 車7分鐘就可以去到附近嘅新商場啦。第二朝起身，我哋就去咗食自助早餐啦。餐廳設計以巴黎春天做主題，小朋友最中意就係呢個兒童餐車啦，仲有各式各樣嘅麵包可動。現煮海鮮粥呢，呢個粥底夠晒面啊！早餐嘅選擇真係好多，好豐富啊！記得留肚食埋呢個煎餅果子啊，外軟內脆，口感一流。珠海口岸過嚟只係需要15分鐘，酒店仲有提供免費口岸接送服務，港車北上仲可以免費泊車添。呢度就係珠海海灣大酒店。